好来，乡亲啊，过来是这个动保团体早起来举办一场真特别的颁奖典礼，是请来着狗仔、甲兔仔来颁奖予关心动保议题立法委员。啊，动保团体嘛真期待未来动物保护会当来入宪法，重视动物的权利。古做动物是真侪人厝内拢有的陪伴者。根据农委会108年调查，全国有资料的家犬有153万7千只，猫仔有76万3千只。专家阁推算，今年饲猫仔、狗仔的数量可能会有296万只，会超过15岁以下囡仔人口数10几万，显示动物议题伫台湾愈来愈受重视。动保团体特别举办一场颁奖典礼，请动物颁奖予对动保议题关注的立委，包括郑丽文、陈廷辉、蔡碧如、罗志正，拢因为替动物发声得到奖。反团嘛强调，希望透过安尼仪式，会使增加政府单位对动物保育的重视。他们的生存的最基本的权益来讲，其实是遭到忽视的。希望在未来这段时间里面，能够有突破，使得动保能够入宪。其实台湾目前嘛有真侪虐待动物的事件，依然有未少野生动物受到伤害。不管从保育或者是人道的角度，拢要有真大的改善空间。反团期待透过民间和政府的力量，做伙保护这阵嘛生活伫台湾这片土地的生命。